广东话跟普通话在很多用词方面是有分别的。这一课我们先从食物吃这一方面去讲一讲广东话跟普通话一些的分别。意面就是意大利粉，意大利粉 pasta。火腿通心粉，火腿通心粉，或者是简单一点，腿通。沙茶牛肉通心粉，沙茶牛肉通心粉，或者是简单一点，沙爹牛通。在这里这个牛字要高一个声调，沙爹牛通。吃牛排我们说鋸扒，蛋饼就是omelette，或者是 omelette， 这是从英文 omelette 转过来的 omelette。鱼丸就是魚蛋，燒賣就是燒賣。牛油，吐司就是多士 toast， 多士。雞尾包，芝士 cheese， 芝士。菠蘿包，沒有菠蘿的菠蘿包，沒有老婆的老婆餅。冰淇淋叫雪糕，奶油叫忌廉，果凍就是啫喱。食香蕉，吃香蕉有一个粗俗的讲法叫吔蕉，吔也是吃的意思，吔飯，吔蕉。牛角包 croissant 就是牛角包，可颂 croissant 牛角包。果尖就是果醬 jam， 果尖。油尖多就是黃油加果醬的多士。雞翅在香港叫雞翼，雞腿叫雞髀。三明治是三文治 sandwich， 三文治也是英文翻過來的三文治。雞排叫雞扒。甜餅乾就是 cookies。沙律就是 salad， 也是英文翻過來的沙律。